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我们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神的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的宝血遮盖保护教会，让仇敌不得进入。求你解除仇敌的权势，让你的大光照耀每一位会众，并把仇敌赶出，使你的家和教会干净清洁，医治教会和周围区域的心灵与身体，让所有人能归向你。天父上帝，我们欢迎圣灵在主日圣餐礼拜中运行，借着我们的诗歌、敬拜、祷告、信息与主有美好的团契。求你高摩你差在地上的仆人牧师，使他传讲信息带着圣灵的能力，由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遵行神的话，而蒙福，成为蒙福的人。也为世界的和平祈求，求神看顾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战事，希望能早日平息。也为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的重建及台海的和平祈求平安。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敬拜我们的神。若身体不便，久站的可以坐着唱，只要心灵诚实，同样可以用诗歌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心灵粮食选83首真神之爱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唱3回，那在第2至第3回的时候，中间有间奏，休息一下。
谢主，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会立于十字架，埋葬，葬在阴间，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信圣徒，我信圣徒，我信圣徒，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日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31篇1至5节以及15、16节。诗篇31篇1至5节以及15、16节。以下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来应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呀，我投靠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快快救我，拯救我的保障。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因为你是我的保障。耶和华诚实的上帝啊，你救赎了我。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一起是爱拯救我。让我们同心为以下事项来祷告：为亚洲国家尼泊尔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百姓国家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祷告，信正为礼堂苏福全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祷告，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御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他们工作顺利。以下我们一同来领受以主导文，以下我们一同以主导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接下来，请陈秀薇姐妹来诵读本周经课。今天的经课第一处在《使徒行传》第7章55至60节，在新约的137页。会有翻到之后，由我来攻读。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第二处的经课在彼得前书第2章2至10节，在新约的257页。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遇见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联系，现在却蒙了联系。以上是上帝的话语。今日的正道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1至3节。约翰福音第14章1至3节，那与周报上是错误的章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了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以下我们请诗班献诗。今日的曲目是更加甘甜。我们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以下时间，我们交由陈启峰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今日的证道主题是死后去处。我们有请陈牧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生长在这基督徒是少数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周遭的朋友、亲人他们的质疑，也教导我们常存敬畏的心，用温柔回答个人，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基督徒要面对的普世宣教最4个大难题，一个是中国的祭祖问题，还有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非洲的多妻跟邻的问题，以及日本的神道教的问题。所以我们华人真的非常难处理的祭祖问题，在明末满清初年的时候，天主教就遇过礼仪之争。到了清末的时候，民国初年，
基督教又遇到第二次的礼仪之争，所以大部分都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祭祖的问题是未信者的心结，是他们拦阻他们踏进福音的障碍。祭祖是代表传统文化跟孝道美德，所以华人对祭祖不只有责任感，而且还有恐惧感，很害怕不祭祖，害怕死，也害怕自己死人，也害怕不祭祖被人认为不孝，也害怕死后没有人祭拜，然后这妖怪、这恶鬼、这恶鬼，所以我们要了解祭祖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要像西国的宣教士一样，对于祭祖全然的否定。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要对未信主的人说他们叫做外邦人。同样都是本国人，什么外邦人呢？对不对？也不要讲不信的好像他们要反对我们、敌视我们，不要，应该讲未信的，或者叫做主外的弟兄，这样了解吗？都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去敌视他们，更引起他们敌视。所以我们也不要对祭祖全盘否定，要了解他的原委，知道他们最深处的需求，然后我们才能够用福音满足他们。而且了解那个祭祖有4方面的意义。好，这4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生命性。跟祖先连结，薪火相传，请问这个到底跟基督教有没有关系？有啦，对不对？台湾话说“人是天生地养的”，那我天生地养的，所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主，这是《礼记》讲的。所以我们要追溯我们生命的根源，这一点祭祖非常的美好。合乎我们的信仰，但是基督徒的祭祖不只是到人类的属子亚当夏娃，还追溯到天上的父上帝，因为人是天生地养的，追溯到宇宙的创造主，所以这是非常美的。所以基督教不止不忘本，而且还不真正的认祖归宗，而不是背叛祖宗，这样了解哈。第二方面是文化性，儒家的孝道慎终追远，这是历世历代来累积下来的稳固的文化，所以要求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之孝，死之祭，这个非常的美好，对不对？那请问基督徒对这个呢？哇，基督徒也是非常的强调孝道，生前尽孝，死后思念，慎终追远，认祖归宗，所以是满足了祭祖的生命性跟文化性，所以不要去否认这些。第三个是家族性，凝聚家族的力量，团结宗亲，所以有很浓厚的家庭观念。那基督徒呢，不但有浓厚的家庭观念，更有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还要在天上再相会，对不对？所以我们更有荣耀盼望。好，祭祖这3个都非常的美好，可惜那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比较开明派的，像那个林乐知，卫理公会的动物大学创办人林乐知博士。还有这些几个李提摩太，这些都非常的敬佩中国文化的祭祖的这3方面。他们在那个西国宣教会议，在第2次上海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那个林乐知就起来宣读论文说，请给中华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敬祖。然后都讲到这3个优点，结果呢，论文还没念到一半，戴德生就举手说程序问题，立即表决，就1900多票压倒了这些
基督教就敬主祭祖，敬主，悲哀呀、悲哀。戴德生我很佩服他，很敬佩他，可是很多伟人都伟大那一点而已，其他的不点，其他不见得伟大，很可惜。好，那我们来看第4点，我们不同意的。祭祖的第4点是亡灵崇拜，因为死后子孙如果供奉的亡灵叫做善鬼，能够福庇子孙，繁荣家室；如果不受儿女祭祀的那些无事的孤魂，就沦为恶鬼或者妖怪。所以您信家所搞，戏没人考，跟他唱歌，这个他已经很痛苦了，对不对？啊，了戏个没人好，哇，煞变妖怪，变恶鬼，啊，煞不属鬼，都对基督教真的很仇恨。啊，因为你等于置子先于不顾，这不但是不孝，而且所以有没有普度众生的观念？有啦，7月10也是拜好兄弟，对不对？拜好兄弟，用农历7月来拜这个亡灵。你们知道台湾人拜好兄弟很有趣哦？请问在门内拜还是门外拜？门外哦，你不能在门内哦。你如果拜门内拜的话，那鬼就以你为家哦，得家哦。恁兜转出啥呢？出来不属鬼、惹香鬼、破北鬼、妖鬼、跛脚鬼，你家里就出了一大问题。所以要在门外拜，了解吗？请问用生米还是熟饭？生米哦，我跟你很生疏哦。你熟饭的话哦，这些个都化到那些苦里那掉，所以很有讲究的。哦，生米表示我跟你很生疏啊。如果拜祖先呢，可不可以用生米？没使要计死，要熟米、熟饭、熟菜哦，这些都很有讲究的。那个亡灵崇拜其实是恐惧，是恐惧他来找我麻烦，然后是又是巴结贿赂来保护我的家族。所以基督教没办法接受的是这个把祖先当作鬼神来拜，这样了解好？那前面3个是很美好的。那我们来看祖先死后，台湾的民俗里面认为祖先死后去哪里？3魂7魄，魄就是身体，就会尘归尘，土归土。但是3魂呢，第2魂去阴间，阴间。那你如果到阴间的话，你的衣食住行都要祖孙供应，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吗？现在阴间的全套的起跳是20几万，有到200万。你爱那个起抓厝啊，还有抓汽车，还有纸信用卡，还有纸大哥大，还有抽水马桶，还搁一个骨力啊，一个伶俐啊。就骨力来好车架，就仆人呐，啊伶俐啊嘞，给改新闻，还有菲佣，还有太牢，一起带到阴间去，这个实在是，还要关了音去探访过世亲徒，与他讲话，请教问题，这些阴间，如果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去阴间？不会去了，耶稣为我们预备天上地方了。去阴间好不好？我告诉你，你的子孙都不见得，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的下一代都不见得像你这一代的对父母那么尊敬，同意吗？你还要希望死了以后，叫你的儿女还拜你，供你3餐，还有房子，还有叫你子子孙孙都不知道，因为你住的房子还会烂，还破烂，那个修瓮厝。修瓮厝个过瓮爪，还要子子孙孙不认识你的，还要来孝顺你，有可能吗？我看算了，对不对？最好做一个优雅老人，不要寄望子孙供养你。你以前是养儿防老，对不对？现在是养儿什么？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养老防儿。养老防儿是什么意思？什么啃老族啊？我们日本登人了90几岁了还在上班，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家的宅男70岁了还不上班。同样的道理，我们基督徒当然最好是我们能够到天上，我们的子孙都不要再拜了，不要省到他们麻烦。这是信仰的问题。
好，第二个地方是去轮回。轮回轮回不管你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哪一道都不好玩，同意吗？到天道好不好玩？也不好玩，因为你在那里战战兢兢，随时要掉下来，对不对？你掉下来没有用啊，最好是去一个地方。那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永生，不用再掉下来。所以六道轮回里面呢，过惯神仙日子，然后掉到凡间呢，一点都不好玩，更悲惨，对不对？你如果进入人道，也不见得比现在更好。其余的都很凄惨，不管你在哪一道，都要面对死亡的恐惧、死后的惶恐，以及永不止息的在那边修炼，很辛苦。那佛教如果进入涅槃，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涅槃是进入成空化无的境界呢，那灵魂消失呢，永远的灭亡呢，何乐可言？完全没有永生的盼望呢，而且永不超生呢，儿女以后都不能见面呢，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们那些给我们都不是。好，这两个呢，一个是阴间，我们觉得不好玩；一个是什么？六道轮回，还有一个是神主牌。那个神主牌，就是到了家里祖先那个。我们家我的父母家供奉了，我爸爸妈妈出生的时候就供奉了观音50多年了。你看他现在99岁，现在89岁了，140几年。那我们家的那个也一样。好，那神主牌怎么处理？神主牌本来是木雕的艺术品，根本都没有什么关系。把艺术品当作关公妈祖敬拜了以后，灵界的势力就冒充享受敬拜显灵。所以神主牌经过长期的祭祀以后，也会附上灵界的力量。所以利用孝心受祭拜的时候，但是那个不是主灵，因为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所以那个不可能附在那里。而且圣经上讲说，那个耶稣基督讲的比喻里面，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里面说，阴间之间跟阳间有深渊隔绝，所以他们去到那边回不来，所以那是假冒的。所以怎么这些假冒的？那我们来看这3个，我们就了解了祭祖的问题我们了解了，4个问题里面3个问题很美好，合乎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纪念崇拜我们不拜，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去3个地方都不好，那我们再等一下会介绍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地方。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华人认为死的时候，我们最渴望人死的时候有3个期盼。第一个期盼其实有4个，第一个期盼是希望祖孙给我做好功德，消灾解厄，所以我就可以转世会好过一点。有没有这种？我在台北荣总带一个信主，那个信主了以后，他坚持要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可是他太太不甘愿，他太太就一直拉着他：“你真的要让陈牧师带追思礼拜吗？还是用我们传统拜拜？”他就这样讲。这个人呢，他因为癌末，全身都不能动了，然后眼睛的那个瞳仁都消散了。然后眼睛都没有瞳仁就这样全身都不能动，只有唯一能够动的是这个嘴唇下颚可以这样。他说：“如果你要让陈牧师那你就摇一摇，会摇如果要拜拜的，那你摇一摇，他就不摇。临终的时候还清楚意识，听得懂。你知道吗？他的老爸死的时候就要做莲藕厂，花了100多万。他们这些3个孩子都没有钱，很穷苦的家庭，就被他的舅舅逼迫把房子拿去抵押，到现在还没有还完。那时候很残忍呢。请问80几万花了，真的就过去了吗？就真的会上去吗？在世作恶，然后死的时候，这不可能嘛？这是不公义嘛？第二个，我们很害怕的是，第二个期望是死后不愁吃穿，免得做孤魂野鬼。所以许多长者很反对儿女信主，因为担心死后没人摆啦，
啊，无人孝啦，我变做孤魂野鬼啦，对不对？啊，你后后壁我等哦，等你万人见，我变做变做啥？变成万念公，孤魂野鬼啊！所以他很害怕。但是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神明都没有死后服务的承诺，所以拜了一辈子，死后不愁吃穿，都完全落空。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地方，免入轮回，而且不受风寒，并且不愁吃穿。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在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没有一种神明会为我们预备死后的地方，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而且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真正的打破鬼门关，真正的握有死亡的钥匙跟生命的钥匙。所以基督徒过世是回天家，回到爱我们的阿爸父的家，他为我们预备的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请问你回家，当我们这些儿女的回家，会不会就自带便当，然后带炉灶什么东西带回家才有东西吃？我们以前在读书上学的时候要这样吗？不用了，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为我们预备。第三个，我们华人希望死后有人带路，但是死后的路，活人从来没有走过，如何带呢？对不对？那个塞公回修什么的带过了。那我们那里有一个人死的时候，就塞公就来引魂，来引魂的时候，那个尸体的旁边住有一个看顾尸体的，睡在旁边。结果那塞公就掀起盖来，的时候一抓，就抓错了死人，没有抓到死人，抓到活人，啊，这个活人就断成立即重炸了。哇，把那个塞公吓得哇，就逃了走了，因为他还没有死过，恐惧的不得了。但是耶稣死过，对不对？耶稣又活过来，所以耶稣为我们带路，所以我们去天上哦，不用这边哇这功德啦，什么这得推啦，什么不用，耶稣为我们带路。我在三军总院带一个信主，结果我就为他抹油，完了以后就要盖他的眼睛闭着让他走。结果我要走的时候，他弟弟就把我手移开，说：“姐姐卖照啦，谁还没来看？”他就一直在讲。结果从早上4、5点哦，弄到晚上到了早上9点。结果这个姐妹说：“不要再留我了啦，我全身都被癌症啃熟的很痛苦，我在地上很痛苦。可是主耶稣，我看到天上众天使都唱诗迎接我。哎呀，主耶稣要来带我，好美，好美！我不要留在这里，好不好？”我就叫他弟弟说：“不要留他了。”他弟弟好了，我就抹完油按手，他就走了。哇，脸上充满了荣光，好像里面有电灯泡一样。那是很美的，是主耶稣亲自引我们的。不要在那边修炼，因为耶稣承诺来接我们。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唯有耶稣从父上帝那里来，从阿爸父的家来，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降到阴间，第3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够带路，他有路。好，第4个，我们华人都很渴望死后能够团聚在一起，期望能够再团圆。当然有些人是被爸爸妈妈那一代的，都很希望不要再团圆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哦，真的要临终前哦，跟家人道别以外，最好也要道歉，可以吗？道歉和好，道歉和好了以后，道谢曾经在世上在一起，然后道爱表达爱。我前几年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带一个阿伯信主，那个阿伯一直哭跟我讲说：“但牧师啊，我囝都不爱来看我。”他说他儿子都没来看他了。他儿子我就带他儿子去，他孩子很不情愿，他爸爸要走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蹲下来，他爸爸已经弥留了，我就去抱着那个说：“阿伯，但牧师来看你啊啦，我爱你，耶稣爱你，耶稣会带你等你啦。”他就抱着，眼就睁开，就看到他儿子，他很高兴，然后我就站起来，玛丽，
他儿子说不，王丽啦，王丽啦，我上来了，他就抱他爸爸，因为我先抱了吧。他抱他爸爸以后，我爸爸眼泪就流起来，和解，和解，我们可以在天上再见面啊！所有其他宗教都没有这些，所以耶稣应许往生的团圆，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3节，说我们回到宇宙创造主的天上阿爸父的家，不仅跟主在一起，同信的人也团圆在一起。所以圣经传道书7章2节教导我们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将必在这事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才不会害怕，对不对？那以前我在荣光堂为我20年前30年前为我岳父办告别式，我爸爸妈妈来参加，结果师母就看到我爸爸妈妈很高兴，就会跟他握手。我爸爸妈妈说，结果师母怎么这样子？他就牵过去，我爸爸妈妈就往赶快退，我就退了20几步。师母才想对，他有机会。然后我回家马上，我爸爸妈妈看着说：“你叫你莫忙等来啊！”他们很恐惧，但我们基督徒没有，不用恐惧。真的，这四大期望在传统宗教完全幻灭落空，但在基督信仰里面完全满足了答案。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地方，那些地方包括阴间，包括地狱，包括乐园，各宗教的所有的天堂、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上帝的啦。但人死了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等候在那里末日的审判。但是另外有一个地方是耶稣要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约翰福音14章3节。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这是特别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为圣徒所预备的。所以基督徒将来到天上，其实是移民，是移民到天上天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基督徒活一天就做一天，做一天就乐一天，乐一天就准备移民到天那一边，对不对？而且我们移民到天那一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对不对？你那时候在看我的时候，已经不会老了，不会像现在发苍苍、耳视麻麻、耳齿牙动摇、老人斑一堆，对不对？变成荣耀的身体，真的。所以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是很美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生前尽孝，死后忠荣。所以，祭之风不如养之薄也。在生好一粒土豆，较赢死了拜一粒猪头。而且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孝，而且是敬。箴言23章25节说：“要使你的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上帝的爱做动力，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另外呢，我们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好不好？真的很美。我妈妈走的时候办钟荣礼拜的时候，除了我们夫妻，还有拉提琴的那个张大器，还有我们的诗班以外，其他都没有去过教会。我的舅妈她不敢参加，她说她只要参加任何告别式，或者吃了人家告别式的那个蛋糕她就会倒下来7天生病，全身瘫痪都没办法动，饭菜都不能做，都爬不起来。结果那一次参加我妈妈的那个以后，她说：“哎呦，她遐情绪想啦，我拢无误会，她都没有害怕，她回家照样很快乐，很平安。因为基督徒的告别式是带出安慰、盼望，帮助人脱离死亡的恐惧，然后引导人追寻永生的生命。所以参加过的人都会深受感动。”纪念故人的恩德，效法故人的美德，发挥故人的信德，传承故人的遗泽，所以把故人的略历述说出来，而且记载在族谱，
然后用文字流传给子孙，在清明节、在年节、在逝世纪念日的时候，召聚亲友，举行家庭的追思礼拜。甚至于，如果家族没有人信主，我们基督徒也帮他做头七。头七是做家庭礼拜，好就把传统的头七讲解一下。那基督徒的头七不用去招灵魂来，我们是为诉说这些美德。这样的话，你们就发现，我们基督可以在这世上透过敬主，活出另外的美德，让人家羡慕、感恩，不再恐惧。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把福音宣讲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用基督的福音成全传统孝道的不足，把爱心先侍奉我们的天父，然后推及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并且让我们教会每一次的中荣礼拜都带来盼望，带来安慰，引导人认识永生，进入永生。主赐福我们。我们也恳求教会中那些病痛痛苦的弟兄姐妹们，也让他们知道，在临终之前预备好我们的心迎见主，也跟我们的家人能够道别、道谢、道爱、道歉，都能够和好。求主赐福引导，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谢谢陈牧师，他教导了我们如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过上属灵的智慧以及处世的生活，也告诉我们，身为基督徒与外面的人不一样，如何跟父母亲相处，生前要尽孝，死后荣终。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会离开去天家。现在我们来进行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礼。会众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心灵粮食选300首》的第1段，与主合一，请。请坐。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主持圣餐。
过吗？所以领受恩典，你记得成为传递恩典的人，让我们能够将恩典一步一步的、一代一代的，或是每一个层面的，我们都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上帝也祝福我们，那我们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刚提到了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进去。我们没有任何人是完全的，包括牧师也一样。所以，如果传道人或是我们的牧者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一些言语上，或是我们在信仰上、行为上有不完美或不完全的地方，也请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包容跟接纳。弟兄姐妹包容彼此的软弱，那我们也互相彼此的包容，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可以成长，彼此的变动。也上帝祝福我们。那等一下我们在施行的时候，我们会请受洗过后的弟兄姐妹都在位置上站立，然后我们的这个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就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那在灵里面你也领受圣餐。上帝祝福我们，不是只有形式上，而是我们心里面一起来领受。他们在领受。请听圣经的话。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至今，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与悔恨我们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因此对我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曾经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请听圣经上对谦卑傲微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主天下人的罪。让我们一起来从心中仰望人，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除去罪孽，还有设立圣餐之礼，分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热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帮忙喷酒精的弟兄姐妹也预备哈。陈牧师，楼上是谁？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孽，保守你生命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们就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同工能够将饼杯递到你的手上。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你已经信主了，你可以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来领受主的恩典。让我们虽然在身体上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领受，但是我们在心灵里，我们也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领到了，就请你坐在位置上，让我们等候一起祷告，让我们等候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领受这个圣体与宝血，使我们领受基督的永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信的人也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领受之后，我们就坐下来，然后身体不方便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送到你的身边所以请大家来等候。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领受这个饼杯，代表我们领受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来领受。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拿到饼杯，或者你还没有受洗，但是你把手放在心上，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一起来享用。我们一起来享用。如果有戴口罩的弟兄姐妹，要记得把口罩拿下来啊。
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到这里。我们谢谢牧师。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赞美敬拜神对我们的爱。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心灵良诗选》300首第2段，与主合一。请坐。让我们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来奉献，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第一次来教会，还未受洗、不了解奉献意涵的，请安静地让奉献袋经过你身边。请同工至台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求你赐恩惠给教会，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遍地兴旺。你配得赞美与感谢。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以上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请起立，一同唱《向主呈现歌》。请坐。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在唱第2遍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可以起立，拱手不握手来问安。
首先麦克风大声一点。首先本周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好，我们来欢迎有一组夫妇，陈美雅夫妇，在吗？美燕姐推荐的，在楼上。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没关系，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来关心一下教会的事工。我们请看周报的教会消息以及代祷事项，也请下周侍奉的同工们预备心来准备服事。我们本周主日，我们感谢陈启峰陈牧师为我们的台国语两堂正道，愿上帝祝福陈启峰牧师家庭生活和服事一切的蒙恩。本周主日为5月份的主日圣餐，谢谢弟兄姐妹们的参加。待会会后会召开执事会，也请同工留步。小组长会议呢，也将调整至5月底5月28号主日后举行。我们谢谢叶淑清姐妹，暂时回来暂代教会的事工，也请教会禁用合适的行政人员人选祷告。教会呢将于6月19至6月21安排至澎湖探访以及旅游，有意愿者请向领队的赵少文弟兄报名，为机位以及住宿的旅游出入平安祷告。教会将于5月14日举行母亲节庆祝活动，教会将预备母亲节礼物给教会主日崇拜现场的母亲们，欢迎参加。教会也会给每位姐妹们灵修的用书。当天的主日崇拜，成人主日学将会暂停一次。我们卫理公会总会将于5月19日的阳明山福音园召开年会议，我们将由蔡伟文蔡牧师及赵义兰姐妹代表本堂参加，请为年会议开会的顺利祷告，以及5月21卫斯理主日交接讲台。本堂由林天福牧师华语堂传讲，蔡伟文蔡牧师交换至木栅卫理堂传讲，请为牧者的往返出入平安祷告。本堂姐妹会将于5月20日举办姐妹培灵会，讲员是蔡慧秋老师，邀请全教会的姐妹们一同参与，请向师母报名或办公室。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们实体参加周四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教会的聚会虽然已经不强迫室内戴口罩，但是为了聚会的安全，还是要戴上。若身体有不适、安全疑虑的，也要注意洗手。饮食呢，教会的饮食还是以各小组自行安排为原则。教会将不管在疫情结束后，也不再开放爱宴供应，请弟兄姐妹们知悉。教会的爱心基金专款为本堂及对外社会关怀专款用途，用于展现基督徒对社会弱势需要的慷慨解囊。至4月30日，爱心基金专款缺额还有115630元。我们敬邀弟兄姐妹们为爱心捐款奉献，能使社会上的关怀能够做更好的运作。有关肢体消息方面，会众们可以参阅周报，并为肢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代祷。牧师是否要补充？弟兄姐妹，很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经历过疫情的这个经历。那但是我们我发现今天我们大家还是都很自律包括我自己也要戴着口罩尽量我们都能够以爱护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能够彼此保护，这是美好的。那我们也继续能够把这样的传承。当然如果你觉得比较闷，必须要打开来也可以的，因为现在都已经开放了，所以我们也尽量请弟兄姐妹也彼此的包容跟接纳。那如果觉得身体状况不适的，那一样我们就把口罩戴起来，也防护自己，也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也关心我们要去澎湖的探宣跟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事项。那我们的邵文弟兄相当用心那帮我们又在
降低一些的这个团费跟旅费，那而且也把时间报名的时间也延长了到下周的礼拜天的下午，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也预备好如果你愿意能够来参与包括我们能够去关心在澎湖的当地的我们的志坚牧师，还有他的教会，还有我们所了解在那个地方的一些的福音的需要，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或者是你要单纯想要享受旅游也可以。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把握这个还有1个礼拜的报名的时间。那我们的团费的话，大概在21号以后就可以陆续缴费了所以一样请我们要出去的团员跟要去探宣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团费，能够来预备来缴交，在21号以后，我们就可以陆续的来缴交这样的一个团费的费用。那也求上帝帮助，让我们除了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也让我们能够关心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那还有在对外的围墙外面的，我们教会围墙外面也有很多的人，他们需要恩典，需要上帝的怜悯。那早上启峰牧师在台语堂特别提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恩典这个词叫做 hesed， 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hesed 的意思就是怜悯跟慈爱。那当然也有主动性的意思，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单是我们自己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成为施恩给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的爱心基金，我们有很多用在社区关怀上面。那这个世上的苦人多但是我们求上帝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多关心一些弱势跟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饱足。那所以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专款，让这个专款能够不断的来运用，能够不断的来帮助需要的人。那求上帝来带领，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下一周的成人主日学，因为母亲节，所以我们就会就是暂停1次。那请大家来记得时间，所以今天还有今天成人主日学还有上课，那请大家记得这个时间。那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预备小礼物，还有书所以不是只有书而已，还有小礼物。所以邀请我们在座的妈妈们或是你邀请这个妈妈们在这边，我们当天的这个主日礼拜后，我们就会发送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趁着机会邀请自己的母亲可以来到教会里面，也是一个福音机会，让他们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来领受被尊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愿上帝也祝福我们。以上，谢谢。我们唱3-1颂。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父，愿你将你的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并且成为带祝福的人，使我们所到之处祝福都随着我们，也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请会众们在殿乐默祷，为我们今日的报告事项肢体小起来祷告。若您心里忧伤、身体病痛，或是特别需要祝福的会众，可以到前面来，由牧师为你亲自祷告。我们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爱你们，也祝福你们。